火車掉頭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力高。我哋由湯西村溫泉回程，鬼佬村溫泉係必經之路，梗係要順手參觀埋啦。真係好彩，咁啱俾我哋見到蒸汽火車大樹嘅真身。等我話俾你聽，點解今日會有咁嘅安排啦？如果我一程過由湯西村溫泉返到宇都宮嘅酒店，轉3程車之餘，仲要2個幾鐘頭，諗起都覺得辛苦啊！所以我就計劃首先去鬼佬村溫泉行下，返到去下金市站會去一間幾隱蔽嘅文青咖啡飲下午茶，順便認識下呢個小鎮，然後返到宇都宮站附近好地道嘅屋台食晚飯，回程都可以變成旅程，繼續去片啦〜